要增強免疫力，飲食都相當重要，而百佳有好多合適嘅選擇㗎。首先係西蘭花，佢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， 有助增強白血球殺滅細菌嘅能力。但維他命 C 係水溶性維他命，建議用隔水蒸嘅烹調方法，減少維他命 C 嘅流失。之後就係番茄，佢含有維他命 A 同茄紅素。維他命 A 可以維持皮膚健康，強化黏膜，抵抗細菌入侵；而茄紅素可以保護白血球不被自由基破壞，從而提升免疫力。仲有牛肉，佢含有鐵同鋅，鐵質有助於製造白血球，而鋅可以活化白血球，抵抗細菌。最後都可以選擇綠茶，佢含有多酚類兒茶素，可以保護細胞不被自由基破壞之餘，同時有抗炎功效，所以有助提升免疫力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營養資訊，可以嚟到屈臣氏揾我哋啦。而家可以 WhatsApp 預約到屈臣氏健康解碼站分店進行20大免費健康評估，包括身體組成分析、肌力測試同埋量度骨質密度，立即預約啦！